Hello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噶嘛。好多巨星喺鏡頭前裝盡完美，溫文爾雅扮好老公、好爸爸，實質一肚子撞污納垢，私隱你嘅速事，比你想象中間離譜。6位香港頂流巨星喺背後偷偷撞起自己嘅私生子，幾十年唔肯認、唔肯管，如今呢啲孩子嘅現狀徹底曝光，每一個都慘到谷子裏，反差大到你頭皮發麻，驚掉下巴。呢6位巨星個個係影壇影帝、功夫巨星同星二代女神，賺盡世間名利，點解對自己嘅親生骨肉如此冷血？佢哋寧願撞着逆着，逃避責任，都唔肯給孩子一句承認，一份關愛。呢啲被當成污點撞起嘅孩子，到底被佢哋棄之不顧多少年？首先要講嘅呢位周潤發，作為港圈影壇嘅傳奇影帝，就算成家淡出熒幕，依然係大家心中嘅神級影帝。但呢個熒幕上重情重義，鏡頭前同發嫂相濡以沫，仲成日對外宣稱自己冇子女，將所有心血放喺事業同太太身上嘅好男人，背後撞住嘅秘密，離譜到令人髮指。周潤發喺同發嫂結婚之前，竟然同一位化妝師有過一段隱秘感情，仲偷偷生咗一個女仔。呢個女仔而家都差唔多40歲啦，名叫伏喜，而家係香港某電視台嘅少兒節目主持人。按道理講，有周潤發呢位巨星爸爸，佢嘅人生應該順風順水，星光加持先至係，但事實卻截然相反。伏喜嘅一生都被呢個影帝私生女嘅身份拖累，慘到令人心疼。港妹查到，周潤發自從同發嫂結婚之後，就徹底同化妝師斷咗所有聯繫，連自己嘅親生女兒伏喜都極少過問，仿佛呢個女仔從來唔存在過一樣。發嫂一早知道呢件事，但因為自己一直冇生育，加上周潤發婚後冇再同化妝師有任何瓜葛，就一直隱隱不發，甚至霸道禁止周潤發去探視呢個親生女兒，將呢個秘密死死護住。幾年前，伏喜喺拍攝內地歌手柯木新歌嘅 MV 時，不慎被撞傷，身受重傷返港之後，唯一嘅願望就係同爸爸周潤發見一面，尋求一點安慰。點知發嫂竟然態度強硬，堅決反對，死死唔俾周潤發去探佢。呢件事仲激起咗周潤發同發嫂嘅激烈爭執，吵到不可開交。呢個隱藏咗幾十年嘅秘密，先至被徹底公開曝光，震驚整個港圈。講完冷血影帝周潤發，接下來呢位譚詠麟，作為樂壇嘅校長、溫拿樂隊主唱，佢喺香港樂壇地位舉足輕重，鏡頭前一直係好好先生、寵妻狂魔嘅形象，同太太結婚幾十年，看似恩愛和睦，實質背後撞住一個隱藏咗10幾年嘅私生子秘密，虛偽到極致。譚詠麟早喺90年代就同紅顏知己朱詠婷暗通款曲，仲喺1996年偷偷生下咗一個兒子，名叫譚曉峰。為咗保住自己嘅好好先生形象，穩住同正妻楊潔篪嘅婚姻，譚詠麟將朱詠婷同譚曉峰母子死死撞喺幕後，從來唔肯公開承認，甚至唔允許兒子公開露臉。外界對呢個孩子嘅了解幾乎為零，仿佛呢對母子係譚詠麟人生中嘅污點，唔配見光。呢個秘密一直撞到2006年，先至被意外曝光。當年譚詠麟嘅父親離世，家人發佈訃聞，朱詠婷同譚曉峰母子嘅名字竟然赫然出現在訃聞上，仲同譚詠麟嘅正妻楊潔篪並列。呢件事瞬間轟動整個港圈，全網譁然。曝光之後，譚詠麟冇辦法再隱瞞，只能被逼默認咗呢件事。但佢依然對兒子譚曉峰撞着逆着，就算譚曉峰長大成人，佢都從來唔主動公開兒子嘅正臉照，很少談及兒子嘅情況，甚至唔肯同兒子同框出現。有人話佢係怕影響自己嘅形象同事業，有人話佢係想讓兒子遠離娛樂圈嘅紛擾。但港妹覺得呢全部都係借口。對一個孩子來講，缺少父親嘅公開認可同陪伴，係一輩子都無法彌補嘅傷害。前面兩位都係男巨星，接下來呢位謝霆霆，作為港圈知名星二代，
爸爸係影壇大佬謝賢，哥哥係頂流謝霆鋒，佢自己都係模特兼演員，一出道就備受關注。但實際上，佢都偷偷撞起咗自己嘅孩子，多年來一直對孩子生父嘅身份嚴格保密，將孩子困喺生父成迷嘅陰影之下。謝婷婷喺2019年就低調生下咗一個女兒 Sarah， 但佢從來冇公開過孩子生父嘅身份，甚至連孩子嘅長相都很少曝光，刻意將孩子撞喺鏡頭之外。更令人氣憤嘅係，喺生下女兒 Sarah 之後，謝婷婷又喺去年公開咗新戀情，同加拿大男友 Matthew 相戀，仲再度生下咗一個兒子 Booker Emil。而家佢主要定居喺加拿大，專心照顧兩個孩子。偶爾會晒出同男友、小兒子嘅生活照，睇起身一家人好和睦甜蜜，卻完全忽略咗大女兒 Sarah。自 Sarah 出生以來，就冇見過自己嘅生父，也不知道自己嘅生父是誰，仿佛自己係多餘嘅一樣。有人話謝婷婷唔公開孩子生父，係為咗保護孩子，避免孩子受到輿論嘅困擾。但也有人話，佢係因為唔想被孩子生父拖累，影響自己嘅生活同感情，怕影響自己嘅星途同形象。謝婷婷作為星二代，從小就生活喺聚光燈下，享受住常人冇嘅光環同寵愛，但佢卻讓自己嘅大女兒 Sarah 從小就活喺生父成迷嘅陰影之下，連自己嘅根源都不知道。接下來呢位趙文卓，作為大家都好熟悉嘅功夫巨星，演過好多經典嘅功夫片，塑造咗好多正義凜然、有擔當嘅英雄形象。喺觀眾心中，佢就係一個正直、有責任感嘅真男人。但誰都估唔到，呢個熒幕上嘅硬漢，竟然也有一個被撞起嚟嘅私生子，而且佢嘅做法，比前面幾位都要令人唏噓、令人不齒。趙文卓早喺2001年嘅時候，認識咗一位上海姑娘小蓮。呢位姑娘但特一手好鋼琴，喺上海音樂圈小有名氣。兩人一見鍾情，很快就墜入愛河，愛特火熱。相戀半年之後，小蓮遠赴加拿大留學。2002年嘅時候，喺加拿大為趙文卓生下咗一個兒子，取名趙元達。本以為孩子嘅出生可以讓兩人嘅感情更加穩固，卻沒想到係悲劇嘅開始。喺小蓮臨產期間，趙文卓同小蓮嘅感情出現咗巨大裂痕，最終徹底走向咗分手。孩子生下2個多月之後，趙文卓將母子二人接到咗北京，住進咗自己喺亞運村嘅公寓，但佢自己卻刻意搬到咗劇組安排嘅酒店住，刻意避開呢對母子。之後就慢慢同呢對母子斷咗所有聯繫，將佢哋棄之不顧，仿佛從未認識過一樣。講完趙文卓，接下來呢位陳秀珠，作為 TVB 嘅老牌女演員，大家心中嘅老戲角。佢嘅演技精湛，深受觀眾喜愛，但佢嘅感情生活卻一直充滿爭議。最轟動嘅一件事，就係佢喺41歲高齡嘅時候，以單身母親嘅身份，偷偷生下咗一個兒子，而且從來冇公開過孩子生父嘅身份，將呢個秘密葬咗一輩子。陳秀珠喺1999年嘅時候，不顧外界嘅質疑同非議，毅然生下咗兒子。佢曾坦言自己未婚生子，並非因為思想開放，而是關乎時機。佢仲話，一旦決定咗，就會勇往直前，負起自己嘅責任。不可否認，陳秀珠確實做到咗母兼父職，盡心盡力照顧兒子。為咗照顧兒子，佢甚至調整咗自己嘅工作節奏，每年都會赴美陪伴兒子半年，將所有嘅精力都放喺兒子身上，比其他幾位巨星更有擔當。但佢嘅堅強背後，係孩子一輩子嘅遺憾。雖然陳秀珠盡心盡力照顧兒子，但作為單身母親，佢嘅艱辛只有自己知道。佢曾感慨地講，自己原以為好堅強，什麼都可以搞定，但小朋友終究會覺得有缺失，會問起自己嘅爸爸。呢種缺失係無論自己付出多少，都無法補償嘅。呢番話道出咗佢堅強背後嘅柔軟同無奈，也道出咗孩子嘅孤獨同遺憾。最後呢位壓軸爆名張柏芝，作為港圈最具爭議嘅女星之一，佢年小成名，顏值出眾，演過好多經典嘅電影同電視劇，係好多人心中嘅女神。
佢同謝霆鋒嘅一段婚姻，更是轟動整個娛樂圈。兩人離婚之後，佢獨自撫養兩個兒子，一直以好媽媽嘅形象示人，收穫咗好多人嘅同情同認可。但誰都估唔到，呢個好媽媽竟然也有不可告人嘅秘密。冇錯，張柏芝喺2018年嘅時候，偷偷生下咗第三個兒子 Marcus， 而且至今都冇公開過孩子生父嘅身份。孩子嘅出生證明上，父親一欄係空白。孩子隨母姓張，取名張禮成。從孩子出生到而家，已經過去8年咗。關於孩子生父嘅傳聞，從來冇停過。而張柏芝始終守口如瓶，將孩子生父嘅身份撞得嚴嚴實實，仿佛呢個孩子嘅生父係一個不能說嘅禁忌。而家嘅 Marcus 已經8歲咗，一直喺媽媽張柏芝嘅保護下長大。雖然物質生活富足，要什麼有什麼，但卻從來冇見過自己嘅生父，也不知道自己嘅生父是誰。佢嘅兩個哥哥有爸爸謝霆鋒嘅關心同陪伴，有完整嘅父愛，但佢卻只能跟着媽媽，一輩子活喺生父成謎嘅陰影之下，連自己嘅爸爸是誰都不知道，想想都覺得好可憐，好無辜。講到最後，港妹想問下大家，你哋對呢6位巨星嘅做法有咩睇法？你覺得佢哋應該公開承認自己嘅私生子，盡到父親同母親嘅責任嗎？或者你仲知道港圈其他巨星嘅隱秘往事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同港妹一起討論。關注港妹，下次再同大家爆更多港圈猛料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